根據國家統計局及多個地方衛健委發布的數據，2024年中國出生人口為954萬人，較2023年增加52萬人，出生率為6.77每 mil， 比2023年6.39每 mil 小幅回升。這是自2017年以來首次止跌反彈，但整體人口仍呈現負增長，自然增長率為0.99每 mil， 總人口減少139萬人至14.08億。以下是具體分析：減號。一、出生人口反彈的主要原因。一、龍年生育偏好。2024年是農曆龍年，傳統觀念中望子成龍的寓意促使部分家庭選擇在龍年生育，形成生育小高峰。例如，洛陽市婦幼保健院數據顯示，2024年新生兒童比增長20%。廣東惠州市第一婦幼保健院分娩量增長23.57%。二、疫情後補償性生育釋放。2023年結婚人數同比增加12.4%， 768萬對。因疫情推遲的婚育計劃在2024年逐步釋放。例如，山東省青島市戶籍出生人口同比增長5.93%，廣東省住院分娩活產數增長1.4%。三、地方生育政策激勵。多地通過真金白銀補貼鼓勵生育，如湖北省天門市對2孩、3孩家庭分別發放9.63萬元和16.51萬元補助。2024年出生人口增長11.3%。甘肅省肅北縣對3孩家庭最高補貼10萬元。減號。二、區域差異與結構性矛盾。一、區域分化明顯。東部及人口大省廣東、山東等傳統生育大省出生人口降幅放緩，廣東2024年出生人口佔全國11.3%，居首位。中西部及東北部分2、3線城市因政策補貼見效較快，如內蒙古阿拉善盟出生率增長7.3%，但東北地區整體仍面臨人口流出壓力。少數地區逆勢下降。湖南岳陽市2024年1到11月分娩量同比下降2.83%，顯示政策效果存在差異。二、長期結構性挑戰。育齡婦女減少。2023年15到49歲育齡婦女減少超400萬人，生育旺盛期20到34歲女性年均減少440萬人。低生育率陷阱，總和生育率僅為 1.0 左右，全球倒數第二，僅高於韓國，遠低於更替水平 2.1。減號。三、政策效果與未來挑戰。一、短期政策成效有限。儘管地方補貼政策對局部地區生育率有提振作用，但全國性政策力度不足。例如，大部分地區補貼集中在2孩、3孩、1孩家庭，支持不足。補貼金額普遍低於歐洲國家水平，且地方政府財力制約政策落實。二、長期人口趨勢難以逆轉。老齡化加速，2024年65歲及以上人口佔比升至 15.6%。預計2030年進入超級老齡化社會，老年人口佔比超 20%。婚育觀念轉變，初婚年齡推遲至28.67歲。2020年，年輕人婚育意願低迷，不婚不育人群增加。2024年前3季度結婚登記同比減少 94.3 萬對，預示未來出生人口壓力。三、政策建議與改革方向。國家級生育支持體系需建立覆蓋婚育、教育、住房的全週期支持政策，
如每月發放差異化生育補貼，一孩1000元，三孩6000元，緩解生育成本，提升托育服務覆蓋率，從4%至40%，保障女性就業權益，將輔助生殖技術納入醫保等。4. 總結2024年中國出生率的小幅反彈是多重短期因素疊加的結果，但未改變長期少子化、老齡化的趨勢。若需實現人口均衡發展，需在降低生育成本、優化政策設計、提升社會支持等方面持續發力。專家普遍認為，未來生育率回升的關鍵在於國家層面的系統性改革，而非局部短期激勵。